殺技勁啲啊，抑或是你哋嘅歡呼聲勁啲？古巨基。嗰邊啊！可唔可以低啲啊？我6分鐘嘅林嘉欣，你吊下你人先啊！總之拍堆羅網啊！係啦，屌，拍李家人都夠一唔啦。小心你就中招㗎啦！佢真係嚟緊啊！救軍隊啊！哇！你感唔感覺到嗰股氣先得㗎？有冇睇龍珠先得㗎？冇。啊！嚟啊嚟啊！可以吸嚟㗎。小心小心！好！羅網喺度玩嘢，又唔知玩音樂咧，大家已經叫到好七彩，然之後咧，跟住就嘉欣，大家好七彩喎。大家開心先。真係好嗨喎！同學仔呢個，喂，快啲機仔快啲嚟，我哋4個圍住你，咁出去好危險㗎，咁我話我要保護翻你哋喎，咁出咗嚟見到其實大家咧雖然好嗨，但係好有秩序嘅，係咪啊？聽講你哋食韓國燒烤喎，你早啲講啊！頭先我買外賣食㗎，快落嚟啊！有啊，有得食啊！你哋食飽咗啊？仲有啊？聽唔多先食得，因為喉嚨會沙㗎。落咗嚟之後唔使唱啊！我見到好多相機，係咪要影相啊？好啦，我分別企近啲啊，好唔好？快落嚟啊喂！咁嗰邊影夠啦！我希望咧，而家影相啦，咁大家可以叫囂下之餘咧，等陣我有一首歌唱嘅時候咧，嗰首歌咧要好靜咁去唱嘅。未夠啊！事關大家都知道㗎啦，我係幾咁中意唱歌㗎嘛，我唔可以影響到我現場嘅演繹㗎。OK 喎，喂，嗌下啊，幫手。食雞翼，轉頭唱埋歌先。哇！大家仲有我部，邊個咁有諗頭整啲咁嘅擂台喺度啊？係咪要打擂台啊？係咪仲有啲咩遊戲節目咁樣啊？冇啦！譬如安排多啲嘅同學仔上嚟同我打下擂台。遊戲節唱完歌再諗下呢條橋。不過，首先有首歌要唱俾大家聽嘅。必殺技！大家估唔估到第一首我要唱咩歌？必殺技！嗱，其實之前咧去過兩間大學做演講啊，但係如果話翻嚟香港唱歌咧，演講嘅喺大學裏面唱咧，就係呢度嘅。仲有我唔知道咧，大家有冇試過？因為千人宴咧，其實有幾多人係喺7年前試過參加㗎？話俾大家知。古巨基7年前嚟過千人宴嘅，我知啊！事隔7年，7年之癢要拗啊！一定要再嚟玩過，所以今日帶咗呢首歌咧，好想送俾你哋。呢首歌你哋都會識唱嘅，唔係蒙查查。呢首歌係必殺技，送俾你哋。再有。
喂喂喂，錯帶喎！我哋呢啲專業嘅歌手係唔會對嘴嘅喎。我今年仲要搞我演唱會㗎嘛，點可以對嘴啊？好，揾翻隻啱嘅先，音樂帶㗎嘛，有喎。你抹咗手汗未啊？真嘅，係真嘅。喂，阿豆啊！再有功，我在逃避，別發覺勉強戒絕心痛，但喉嚨還在痛。你在迷告，我也懂，還稱讚我夠上進，但可惜也你都不相信。我道行高低估了你。為什麼不找你？我練到再倔強再絕也永沒法比。求你別要如從前純屬地愛我，而我問我為何還能夠碰傷我？不要讓我一敗塗地，輸得更多。求你別說做過我其實極愛我，看你嘅樣放過我。呢啲咪 live 咯，一齊唱啊！呢個來優，我也知，故事前度沒法子，看這性格那得意，不與你都滿意。傷心的後，我也知，如果見你我願意，將一彎過完。我道行到低估了你，我以為賺得起，一人為什麼不找你？我練到再倔強再絕也永沒法比。有你別笑，如從前純屬地愛我，而我問我為何還能夠看穿我？不要讓我一敗塗地，輸得更多。求你別說錯過我，其實亦愛我，愛你嘅樣放過我，你已感不夠順所。一關心我已經等於在殺死我。為何還能對得起我？不要讓我一敗塗地，輸得更多。求你別說真當你愛實的愛我，何以嘅樣我愛我，你已感不有順所。一講起你已經